来关心伫台东县原住民部落内底身心障碍者，因大部分的时间拢饲谧伫厝内，真少甲外界互动。一个福利基金会发现，伫咧部落，这身心障碍少年人，大部分因还是有能力会当做工课，所以因以店头经营的方式，训练这个生理功能正常的身障者做手工文创品，也佮有点心，互因会当家己照顾家己。 台东县的南回山区，即阵得奖是大出。向应允神父社会福利基金会向农民来买得奖，伫太麻里乡金轮村的友善工坊，带一寡身体障碍青年来手工制作得奖袋。看起来简单的清洗得奖的动作，不过身体障碍青年需要社工陪伴来完成。洗好的奖伫工作站内底，社工伫边仔指导，用菜刀甲伊切一片一片，对基本的能力来甲伊训练。 住伫金轮村的阿良有社会功能的障碍，无爱甲人讲话。也过伫工作站学一年，替社工组织得奖。伊真有耐心，伫真少的店内底一直咧拿乌糖甲麦芽糖的得奖水。拿一早起，才甲即个得奖地原料做好，社工甲学员拢感觉真欢喜。很充实，才有工作的感觉。服务对象他可能切的过程，他就要学好久，因为他们也会恐惧，因为 拿刀子，然后他们也会害怕他们自己的安全，然后我们也会保护他们。做这得奖茶过程，拢是学员家己制作甲包装，对这泡出来奖茶就使看到因的用心。奖片是绝对看得到也食得到，所以真侪人会过来买。 还没有制作前，就会先有电话来订购，但是因为我们动作稍微慢一点，所以大家可能要耐心等待的。工作站今年完成展示的所在，除了有卖因手工的得奖茶，也有手捏布料的手干的茶啊，甲枕头，以及利用废纸做喷芳精油的器具、明信片甲顶豆，手工真有卖适合市面上的文创商品。结合蓝染，结合鼠狼制作出来的灯罩。 社工讲，其实因是万倍的天才，手工加用做甲一般人相款，甚至更加好。又因会使训练工作专心注意力，做出好食的点心。也来工作站就伫咧金轮村的鸡路上，就教因做鸡卵糕，也教因取一个趣味的名叫做鸡卵糕，配合这的经过游客。你这边学到的，回到家里面都可以帮忙家里做什么？洗碗、煮饭。 帮助南回公路上面几个部落的身心障碍者，让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，然后能够走出家庭，然后能够参与社会参与的部分。林秀慧主任讲，这学员因制作的手工艺，若是卖出去，也会予学员因奖励金，互因感受到被肯定的感觉。将来佫再转来到社会工作，也是讲家己来创业，拢有使有信心来克服困难。基金会只是扮演协助的角色，或者身体障碍青年发挥因家己无限的潜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